你好，我到请假出国来办护照，李行社建议我到过来办人撇抗人手续。好，出口行行动好，突万千树，唔当行万里路。强身不爱相片，日沙爱两作，还有你两公家嘅身份证，小朋友嘅户口名簿。小朋友，请问你按到乜嘅名？阿姨，我按到张润基。张润基啊！你对体育栏写下，包括联络电话、紧急联络人，你哋互相之间嘅关系，呢篇请答好，阿妹嘅身份证样本，申请人就替小朋友签名，分头爱写舞台。好，你答不请你签名。你係爸爸，爸爸很好笑。做乜嘅爸爸很好笑？嘅呢種又係乜人嘅？你真係愛。好咧，你3份申請書還你，底下才等個圈友家政人撇抗人嘅人呢？你就提呢份申請書求辦護照，做得切假求外交部辦理，也做得請李行社留你到台盤，全做得。阿妹，我咪愛一張。好啦，等一下。小姐，什麼嘢？我愛聽我嘅啦。天天行，順行哦。